主后2024年1月初8，每日圣安宫读经，人民古籍。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出埃及记第6章14节到第7章第7节。下面是以色列的族长雅各的大囝路边的囝是以诺、法罗、希斯伦甲加米，这个是路边的宗族。西面的囝是亚摩利、雅悯、乌哈、雅均、索哈，以及甲迦南的女子所生的扫罗，这个是西面的宗族。下面是利未的囝的名，照因的家谱是吉顺、哥哈甲米拉利。利未活137岁。吉顺的囝，照因的家族是利年甲示每。哥哈的囝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瑟。哥哈活133岁。米拉利的囝是抹利甲摩西，这个是利未照因的家谱所记载的宗族。暗兰带伊的阿姑约基别做某，生阿伦甲摩西。暗兰活137岁。以斯哈的囝是科拉、尼斐甲细基利。乌瑟的囝是米沙利、伊利撒反甲西提利。阿伦带阿米纳达的查某囝拿顺的小妹伊利沙巴做某，生拿达、阿比户、伊利阿撒甲伊塔玛。科拉的囝是阿瑟、伊利加纳甲阿比亚撒，这个是科拉的宗族。阿伦的囝伊利亚撒带普特一个查某囝做某，生菲尼哈，这个是利未人逐个家族的族长。阿伦甲摩西就是上主捌对因讲，着带以色列人一队一队离开埃及地，迄2个人。对埃及王法老讲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嘛是摩西甲阿伦。有一日，上主伫埃及地对摩西讲话。上主对摩西讲：“我是上主，我对你讲的话，你拢着甲埃及王法老讲。”摩西对上主讲：“我是含慢讲话的人，埃及王哪会听我？”上主对摩西讲：“我要互你伫埃及王的面前亲像上帝。你的兄哥阿伦要做你的代言人。我命令你的，你拢着讲。你的兄哥阿伦着甲埃及王讲，着放以色列人离开伊的地。我要互埃及王的心意，搁要伫埃及地行真济新业奇事。毋过埃及王无要听恁，我就要攻击埃及，严严刑罚因，带我的子民以色列一队一队出埃及。我伸手攻击埃及，带以色列人对因中间出来的时，埃及人就会知我是上主。”摩西甲阿伦就照上主的吩咐去做。因甲埃及王讲话的时，摩西80岁，阿伦83岁。
人民古迹对一个家族来讲，族谱是重要历史记忆。伊涉及身份认同，就是我是啥，甲咱是啥。伫即两个有关个人甲族群重要的问题。出埃及记第6章14节到27节的族谱，简单列出雅各的前3个囝儿的家系，重点放点伫利未支族，焦点是首任大祭司阿伦的家族。神学家猜测，这份族谱是对祭司权收集、编写甲保存落来，目的是教导后来的祭司明白，伫上帝解救以色列出埃及的日子，祭司扮演摩西的喙，搁带人敬拜的重要角色。因为安尼，族谱有时阵是上帝呼召人的记号。照着族谱，咱通知影家己虽然真平凡，毋过伊绝对袂记得咱。当上帝呼叫咱爱听见，搁回应伊。圣经中的族谱往往是神圣的唤醒，互咱明白上帝的心意，活出受呼召的角色甲身份。我倒捌比示讲，上主是啥人？我毋捌伊，嘛不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王掠家己是神，因为伊的骄傲自大。上帝要借着震惊埃及全地的事件，互埃及王知影伊是啥。伊讲：我伸手攻击埃及，带以色列人对因中间出来的时，埃及人就会知我是上主。当摩西甲阿伦和埃及王交涉的时，已经是80岁和83岁。这检测的是出自东方人对高龄者的敬重，搁表达出这两位领导者新心灵的成熟。伫犹太人传统中，搁较将摩西一生划分做3个40年。美国作家霍桑伫伊的短篇小说《人民奇迹》册中描述主人翁所住的村庄，通看见一座山，山壁岩石形成一个人民古迹。长久以来，庄仔内的传说有一日会有一位面貌和人民古迹生做一模一样的英雄会来到村庄，因为安尼，醉翁不时就会仰望人民古迹，等待真正的英雄出现。伊一生过着真诚简朴的生活，不时向庄仔内的人做好事。当醉翁慢慢变老，有一日村民才注意到，伊的面甲山顶的人民古迹真相像。今仔日，咱真学伫想象，若无摩西，以色列人要安怎行出埃及？总是摩西当然是明白家己并毋是英雄，伫出埃及的路若无有上帝，伊啥物拢毋是。因为安尼，伊只有独独仰望上帝，坦诚家己的软弱，相信伊就是赐予喙舌、口才、想事能力的主。相反，咱若甘愿回应上主的呼召，时时仰望伊，有一日也会当活出上帝所赐的美好形象。相信这也是摩西上互人记得、互人尊敬甲尊重的原因。默想，思想我是啥，对我有啥物意义？上帝安怎呼召我、影响我？思想我是啥，对我有啥物意义？上帝安怎呼召我、影响我？
咱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赐生命，搁互我逐渐明白家己是啥。主啊，我是有罪无知的人，求你帮助我，会晓专心仰望你，知影你是啥，活出永生一人的生命。奉主的名求，阿门。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